公民黨喺港島區橋頭堡地區直選方面，以雙陳配出擊，由擔任大學教授嘅陳家樂領軍，力求冧莊嘅陳淑莊就退居二線。佢哋要面對建制派嘅民建聯曾鈺成、工聯會嘅黃國興，仲有新興勢力嘅新民黨葉劉淑儀。今屆自由黨主席劉健儀亦都加入搶票。公民黨秘書長賴仁彪話：喺港島區7席爭取1席勝算已經唔高，要攞2席有好高難度。最緊要就係建制派裏邊嘅鐵票咧，我哋一啲都睇唔通，同埋民意調查裏邊咧係反映唔到出嚟嘅。咁就因為呢啲08年咧，我哋已經受過呢個教訓㗎啦，即係民調好高，結果咧就係譬如九龍東為例咧，以末席去當選咁啊。而尋求連任嘅余若薇由港島空降新界西，利用知名度、吸票能力，力谷排名單第1位嘅郭家麒晉身議會。新西特別係高難度咁所以係要睇在乎咧，就係選民有幾關心自己即係今次嘅投票嘅權利啦以至咧有幾認同即係由公民黨去代表佢去捍衛目前香港赤化呢一個咁樣嘅危機。新界東嘅湯家驊要喺19張名單成為最後9強，有好大隱憂，先要面對喺呢一區穩打穩紮嘅社民連梁國雄，加上民主黨分拆3張名單，再有由民主黨分裂出嚟成家富力撐嘅新民主同盟，另外建制派民建聯2張名單，加上工聯會嘅葉偉明，自由黨田北俊東山再起。雖然湯家驊民意支持度一直高企，不過近期捲入黨產漏報醜聞，選情變幻莫測。喺今次選舉，公民黨冇派人出選超級區議會議席，不過佢哋認為可以更加有利集中資源，爭取地區直選嘅議席，希望保住原有嘅5個位。公民黨近年捲入多宗司法覆核官司，包括港珠澳大橋環評同埋外傭居港權案，因而被建制派打成亂港政黨，失分都唔少。今次選戰同樣要受到泛民嘅夾擊。我諗我哋公民黨從政呢，就絕對唔會以任何人為敵㗎。咁咧就亦都唔會抗拒溝通嘅。咁就但係可能我哋唔會好似其他黨咁樣嘅做法，自己走入去即係中聯辦去私下做一啲談判。咁我諗可能係呢啲唯一嘅分別嘅啫。不過賴仁彪強調，未來同中央政府溝通係有必要。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元生報道。